自后2023年4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突破境界，勇敢争取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约书亚记15章第10到63节。犹大支族照因的宗族抽签得到的地区，是伫上南边，顺以东的边界往南直到神的旷野。因南边的境界是对沿海上南边，探到阿克拉宾山坪的南边，经过神到加德斯巴尼亚的南边，搁过希斯伦上到阿达尼，西过加加，经过阿文，探到埃及的溪谷，到地中海为止。这就是犹大支族南边的边界。东边的边界是沿海，上到约旦河的出口；北边的边界是对约旦河的出口开始，上到北哈拉，经过北阿拉巴的北边，上到波罕的石盘。波罕是路边的囝。迄个边界搁对阿甲山谷上到底壁，往北上去阿杜明山亭的对面，河的南边的结角，搁经过温士麦的水泉到温罗结。这个边界搁经过希伦子山谷，上到亚布斯山坡地的南边。亚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迄个边界搁上到希伦山谷西边对面的山顶，就是利法因山谷的上北边。迄个边界搁对山顶到尼弗德阿的水泉，探到以弗伦山遐的城市，搁到巴拉。巴拉就是基列耶林。迄个边界搁对巴拉往西边西过以东山，到基林山边的北边。耶林就是基撒伦，搁落去到伯示麦，经过亭纳。迄个边界搁探到以吉伦山坪的北边，煞到西基伦，经过巴拉山，探到亚比列，到地中海为止。地中海就是犹大支族西边的边界，这是犹大人照因的宗族所得到的第4位的边界。约书亚照上主的命令，将犹大支族中一份的土地，就是基列阿巴，予耶夫尼的囝加勒做基业。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，阿巴是阿拉族的祖先。加勒对遐赶出阿拉3个囝，士师、阿希曼、甲达麦的后代。搁对遐去攻击底壁的住民。底壁以前叫做基列西弗。加勒讲，什么人攻出基列西弗，我就将我的查某囝押杀，予伊做某。加勒的小弟基拉斯的囝俄多列攻出这个城，加勒就将查某囝押杀，予伊做某。押杀出嫁迄日，俄多列叫伊着甲伊的老爸讨一区园。押杀对女仔落来，加勒问伊讲：“你要爱甚物？”押杀讲：“
请你互我一份礼物。你有互我一块南平的大地，请搁互我水泉。加勒就将顶下2个水泉拢互伊。下面是犹太支族逐个宗族所得到的产业。犹太支族上南边瓦群以东边界的城镇有甲示、以特、雅古尼、基纳、底摩那、阿代达、基利斯、哈瑟、以提南、西弗、提连、比亚略、哈瑟、哈代他、加略、希斯伦，就是哈瑟、阿曼、示玛、摩拉代、哈萨加代、赫实文、毕帕列、哈萨苏阿、别是巴、比苏约他、巴拉、伊因、伊辛、伊勒德拉、基实、荷里玛、西吉拉、密玛那、三沙那、利巴木、悉辛、阿因、林文，共29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。伫山坡有以实德、索拉、阿什那、撒那阿、温甘宁、塔普阿、以南、亚末、阿杜兰、苏哥、阿西加、沙拉因、阿底塔因、基底拉、基底罗塔因，共14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。阁有西南哈第沙、密代加特、底连、米苏巴、约帖、拿结、波斯加、伊基伦、加本、拿曼、基提利、基地罗、毕大滚、那玛、马基代，共16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。阁有林那、以帖、阿山、亚弗他、阿什那、尼色、基伊拉、阿吉色、马利沙，共9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。阁有以吉伦以及周围的乡镇甲庄舍。以吉伦向西所有瓦群阿什顿的地区，甲附近的庄舍。阁有阿什顿甲周围的乡镇以及庄舍，加西甲周围的乡镇以及庄舍，直到埃及溪谷甲地中海以及沿海地区。伫山区有沙密、雅提尼、苏哥、代那、吉列撒那，就是底壁、阿那壁、以实提木、阿念、高山、何伦、基罗，共11座城，甲附近的庄舍。阁有阿拉、杜马、伊山、雅龙、毕塔普阿、
阿非加，封他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、西尼、将九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马浑、加密、西弗、乌他、亚述列、约典、撒那阿、该稳、基比亚、丁那，共10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哈弗、必属、基多、马勒、必阿洛、以利提军，共6座城甲附近的庄舍，阁有基列阿巴，就是基列亚林、拉巴，共2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伫旷野有必阿拉巴、密丁、西加加、历山、盐城、温基底，共6座城甲附近的庄舍。住伫耶路撒冷的亚布斯人、犹太人无法度甲因赶出去。亚布斯人甲犹太人做伙住伫耶路撒冷，直到今仔日。突破境界，勇敢争取。约书亚记15章详细记述犹太支族各大家所分得的土地。经文中间插入一段加勒的故事。加勒对约书亚遐分得希伯伦，就赶出城里的阿拉族人，搁对遐攻打底壁。这城以前叫做基列西弗。甲你讲，什么人讲出基列西弗，我就将我的查某囝押杀，互伊做某。加勒的侄仔俄德列讲出迄个城，加勒就甲查某囝押杀，嫁互伊。押杀诚侪战士的某。俄德列甲押杀结婚迄日，西隆伊的老爸讨一区田地。押杀就对老爸讲：“请你互我一份礼物，你有互我一块南平的大地，请搁互我水泉。”押杀知影大汉的土地需要水源，勇敢争取水源，因为这伫书中是极珍贵的资源。加勒也慷慨甲顶泉下泉拢互伊。将对上帝所得到的祝福分享出去。押杀老爸爱水泉，经文中，请你互我一份礼物。原文并无请求的意思，直直是互我一个祝福。押杀为着搁较美好的未来，勇敢踏越限制，老爸要求礼物，结果伊得到。伫古代的父权体制下，女性被看作是附属品，伫以色列社会中无地位甲权利。土地继承权是男性的特权。押杀的行动拄好是对抗父权制度，期望得到平等的对待。哥德列原本叫押杀老爸讨田地，毋过押杀用智慧争取到2位水泉，伊的表现远超过丈夫的期待。押杀的名含义是卡族，总是伊用行动证明家己并毋是亲像伊的名共款，只是华而不实的装塔品。相反，押杀勇敢突破境界和限制，为了家己争取美好的未来。今仔日，咱是毋是要勇敢突破制度的境界呢？
咱是毋是有够额的智慧，创造平等的未来？这段插曲讲到3位勇敢的人，第一位是迦勒，为了取得上帝应允的土地，伊坚持奋战到底，搁得到一位勇士帮助伊完成任务。其次是俄德列，伊帮助迦勒攻下基列西弗城，伊也是上帝兴起头一位的士师。根据《士师记》第3章第7到11节的记载，以色列人伫甘地安居了后，就袂记得上帝，所以上帝因发受气，互外族人压制因，后来因哀求上帝，上帝就派俄德列拯救因。上帝的神临到俄德列，伊就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互因拍赢。第3位是押撒，伊突破境界，勇敢表达家己的想法甲期待，为家己和家内的人争取权利。愿咱诚做勇敢的人，有耐心、力量和智慧，亲像希拉甲尼泊尔的祈祷共款。主啊，使我宁静，去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代志。使我勇气去改变我通改变的代志，使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无同，互我认真过每一日，享受生命的每时刻，迎接艰难，作为进入平安的途径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有勇气突破境界和制度的限制？伫生活中，我是毋是有勇气突破境界的制度限制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成做勇敢的人，有耐心、有力量、有智慧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使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